我覺得我哋成功嘅最大原因就係以人為本，推動數碼文化。我哋相信轉型唔係淨係換工具，而係要改變員工嘅心態同工作方式。所以數碼暴龍計劃唔係單純教大家用新系統，而係幫員工由認知到實踐，逐步建立信心。我哋提供咗好多學習嘅機會，例如管理層專訪、跨部門分享會，令大家見到真實嘅成功案例，覺得原來我都可以做到。再加上獎勵計劃，令參與變得有趣、有動力。最重要嘅係，我哋唔係單向推動，而係創造一個文化，令員工覺得數碼工具係可以幫到自己，唔係額外嘅負擔。呢種文化嘅力量就係我哋嘅致勝關鍵。數碼暴龍係一個企業文化轉型計劃，目標係提升員工嘅數碼能力同創新思維，令大家可以主動用科技改善工作。我哋有5大策略 Drive， 包括 Deploy、Resources、Inspire、Vitalize 同埋 Engage。例如我哋引入雲端平台同生成式 AI， 令員工隨時隨地協作，又設立電子資源庫同數碼暴龍補習社，一對一幫大家解決問題。另外又促進逆向導師文化，鼓勵年輕同事教資深同事，促進跨代學習。最特別嘅係我哋鼓勵員工自己開發應用程式，優化流程，唔係學完就算，而係真係做到學以致用。我哋做咗3樣嘢，第一，降低門檻，培訓設計得簡單易明，循序漸進，令大家唔會覺得壓力太大。第二，即時嘅支援，有數碼暴龍補習社1對1幫員工解決問題。第三，建立信心，透過逆向導師同埋獎勵計劃，令大家覺得學習有趣又有價值。當員工體驗到數碼工具真係幫到佢哋慳時間、提升效率，自然就會願意參與。2026年度最佳管理培訓及發展獎現正接受報名，一齊展示你嘅培訓及發展計劃，快啲報名啦！